赖总统强调讲，台美谈判会对零关税开始，也毋过有经济学者是认为，美国政府即马财政的压力是真严重哦，关税是因重要的财源，所以零关税会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有学者嘛建议讲，会当对台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来进行谈判，嘛强调讲，亲像是美猪、美牛、汽车零关税，这条也得爱先有共识。面对美国政府加关关税的冲击，中央组谈判小组来应对。上届关键的关税谈判的部分，初步表示会当比较美加美自由贸易的协定，为台美双方零关税开始来讨论。那他们已经对美国产品这么友善，是零关税，但是呢，为什么还是要配合这么高的关税？其实还是来自于就是瑞士对美国它有顺差，那我们台湾的情况就是类似就是因为我们有高度的顺差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是我们主动调降关税了。我觉得这个局势，学者对零关税看法是无啥乐观，因为美国当咧准备降税，就要有财源，而且财政赤字严重，债务济。像是川普政府真要义务要逆差，关税政策都是希望有更较侪制造业来投资美国，所以关税嘛是趁钱的手段。学者颠倒强调讲，底牌先卖现出来，爱甲投资当作是谈判重要的字啊。现在这个机会，你跟他谈零关税，就是实质的自由贸易协定。只不过说谈完之后，美国不会跟你签一个书面叫做 FTA 这样而已。不过，因为越南政府表达可能要甲关税降做零，得到川普正面的回应。嘛有学者支持台美谈判实际上的自由贸易协定。不过嘛强调讲，咱国内美国猪肉甲牛肉等等的议题，可能爱先达成条约的共识，是目前爱先解决的问题。另外，美国嘛公布关税合约第9903.01.34条的规定，销去美国的商品，美国生产的价值占20%以上，就会当免附加关税，包括高阶智慧型的手机啊、服务器是上界有可能的。从欧洲跟日本过来，那最近还有一些车辆是从泰国。那这些地方反而是说我们的进口车主要的进口大众。那如果你对美国开始进行零关税的时候，其实对于这些国家你不采取零关税，其实别人也会来抗议啦。所以零关税事实上对于台湾的汽车产业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。也那高关税产业，汽车大升受到关注。有学者建议讲，先讨论汽车零件的货物税，这是第一要紧的。不过台湾是以外销为主的国家，关税议题牵连的产业甲层面是真宽。各界拢真关注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